因应美国关税冲击行政院已经实施6档的投资台湾3大方案，即马推出2.0的版本。除了方案要延长3档到2027年，有新的措施，要叫鼓励台商甲外商来台湾投资。聚焦的产业除了5+2创业创新、产业创新和6大核心战略产业之外，也加上5大信赖产业、大健康产业以及服务业等等。在调整产业的转型方面，持续推动节能转型之外，更加强推动企业导入 AI 转型。行政院推出投资台湾2.0的方案，原本敢若伫咧中国的台商才适用，新的方案扩大到全球的海外台商、各外商投资的企业等等。另外，原本规划银行贷款的金额是3600亿，即马要增加到7200亿。投资台湾2.0的方案拍算3档内，会当来吸引企业对台湾投资1.2兆，创造8万的就业机会。嘛推动企业家己 AI 的技术来升级甲转型，提升整体产业的竞争力。